喺香港都可以食到美國阿拉斯加優質海產品。最近去咗小西灣本灣市場嘅南海水產，佢哋亦有其他分店，想食話咁易。店內售賣多款美國阿拉斯加優質海產品，店肉質同味道都有驚喜㗎。美國阿拉斯加黑鱈魚，佢係世界頂級高質素嘅深海魚王，質地細膩，入口即化，含有高量 Omega-3 脂肪酸。美國阿拉斯加魚柳來自美國阿拉斯加嘅野生海洋，味道甘甜，油脂偏少，質感細嫩，含富多款營養，食得安心又放心啦。今次就用美國阿拉斯加黑鱈魚喺屋企整咗道日式清葱蒸美國阿拉斯加黑鱈魚拌粉絲，材料包括主角美國阿拉斯加黑鱈魚、日式醬汁、清葱同粉絲。日式醬汁有助提鮮，成個精華俾粉絲吸收晒，大滿足。輕蒸能夠保留魚肉原汁原味，肉質嫩滑，魚味香濃。仲等咩？快啲嚟南海水產掃貨啦！